主后2026年2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毋通行开骹的群体责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2章第1节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2章。你若看到同胞的牛也是羊迷路，毋通当作无看见，一定着互伊倒转去恁的同胞遐。恁的同胞若离恁真远，也是恁毋捌伊，就着牵转去恁兜，留伫恁遐，等候恁的同胞来找，才行伊。恁的同胞若碰见牛，也是衫，也是其他的物件，毋通当作无看到。恁若捡到，拢着照安尼做。恁若看到同胞的驴也是牛伫路边跋倒，毋通当无看到，一定着帮赞主人甲精生揪起来。妇人毋通穿查甫人的衫，查甫人嘛毋通穿妇人的衫。所有安尼做的人，是上主恁的上帝厌恶的。恁若伫路边看到鸟仔兽，无论伫厝顶也是伫涂骹，内面有鸟仔囝也是鸟仔卵，鸟仔母在鸭，鸟仔囝也是孵卵，恁毋通掠鸟仔囝煞掠鸟母。恁通掠鸟仔囝，毋过一定着放鸟母去，安尼恁就通享受福气，食长岁寿。恁若去新厝，着伫厝顶做栏杆，才免有人对遐跋落来摔死，恁就着承担责任。毋通伫葡萄园野第二种种子，若安尼做，葡萄甲所野种子的收成，拢归圣所，袂当家己用。毋通用牛甲驴挂共一个担犁田，毋通穿羊毛甲幼麻合做伙织的衫。恁满的外衫着伫四角头做手，毋通行开骹的群体责任。2023年上映的台湾电影《老狐狸》，互我印象深刻。片中陈柏宇饰演的食老板老狐狸，甲查甫囡仔了解，当拄着互家己感觉不平、愤怒的代志的时，先啉一喙冰水，然后目睭刻刻对家己讲：甲我无敌代。导演萧亚全谈讲起拍片动机，讲到同理心是一种跨线理解对方的态度，失去同理心是阶级冲突日益扩大的关键原因。伫即个界线混淆、虚拟甲真实模糊、难辨的世界，善良同理别人，也是冷冷在讲甲我无敌代之间，咱会做甚物选择？申命记22章第1节讲：你若看到同胞的牛也是羊迷路，毋通等无看到，一定着互伊倒转去恁的同胞遐。这真麻烦。第4节佫讲：恁若看到同胞的驴也是牛伫路边跋倒，毋通等无看到，一定着帮赞主人甲精生揪起来。这愈麻烦。即2节经文拢交代，看到别人拄着难题时，毋通等无看到，毋通闪走，
毋通闪走是上帝子民的群体责任，活踮群体中，互伊倒转去，甲伊救起来。所指的毋单单是牛羊拉定，搁较是群体中做伙生活的人。伫当今社会中，自由意识高涨，只要我介意有啥物袂当做，当遐日子咧走沙教会成做习惯，有啥人会去做迄个甲伊揪转来的人呢？当我想对教会走沙出去，啥人来做迄个甲我揪转来的人呢？我想起新约中彼此宽勉的教导。宽勉原本的意义是邀请某人靠近，甲伊揪来身躯边讲话。引申意思是安慰鼓励，陪伴人行往正确的道路。伫群体中，莫行开骹，邀请某人靠近，甲伊揪来身躯边讲话。安尼会莫行开骹，就活出属上帝子民的身份。所以，当新约讲到宽勉的时，伊毋是说教，也是责备，是疼甲关怀，注重安慰人、帮助人成长，互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生活。甲伊救转来，毋通行开骹，这是群体中的彼此相连。一个人的做，可能带来整个群体的见效；一个人的模样，也会当激励整个群体的成长。所以，咱毋是单独的个体，是彼此相连，搁连结伫元首基督。无行开骹，也表明咱愿意接受彼此相疼的约束，愿意伫群体中彼此鼓励、彼此督责，做伙守望，共同成长，搁共同承担责任甲后果。还记得 COVID-19 拄呾爆发的时，国际普遍欠缺喙安。台湾政府甲民间合作建立喙安国家队，伫国内用有够的前提下，咱对国际友人伸出援手，伫喙安药物、防疫技术等方面甲各国携手合作，共同防堵疫情扩散，展现台湾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。台湾通提供援助，也伫援助中即款的精神。伫疫情中，台湾无行开骹，是和国际分享，搁承担群体的责任。默想，伫我的生命中，有倒一寡甲人揪转来，也是甲人会撒开的时刻咧。伫我的生命中，有倒一寡甲人揪转来，也是甲人会撒开的时刻咧。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用慈情爱惜，甲我救转来，搁甲我别牵踮群体中。我愿意加一丝仔温柔、造就、宽勉，搁承担无行开骹的群体责任。愿圣神帮助我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